啱啱過去嘅週末啦 ，WSBK 就嚟到英國嘅 Donington Park 度進行比賽啦。咁我哋今日就嚟一齊總結一下呢個分站嘅情況，張雪機車佢哋嘅表現又會係點樣呢？不過喺呢度一定要同大家講明先啦，因為最近我老婆入咗醫院啦，大家都知道啦。所以我係冇辦法去睇到直播嘅，咁所以今場比賽我係連重播嘅我都冇去睇啦，直接喺官網度攞翻啲資料出嚟同大家講。所以如果有啲咩錯漏嘅，希望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度同我講翻，話聲俾我知。咁首先啦，一如以往啦，我哋都係會由 Super Pole 開始講到 Race 1再到 Race 2嘅。咁今次嘅內容咧，其實就會係一個全新比較新啲啦，會簡短少少去講啦，唔會再好似之前咁樣咁沉氣啦。咁一開始我哋講下 Super Pole 先。咁啊 Super Pole 其實喺今個分站嚟講咧，成個賽事嚟講都係比較混亂嘅一次 Super Pole 啊。咁啊有紅旗啊，又有發生過無數次嘅意外啊，好多車手亦都因為第9彎同第10彎而 exceed track limit， 所以被 cancel lap time 啦。但係最後 Ken Ocon 都用咗最後一圈最快嘅圈速，成功搶到桿位起步權啦。而 Albert Arenas 就排第2， Tom Booth Amos 咧就排第3啊。嗱，大家記住呢一個排名先啊。正常嚟講，去到 Race 1就係頭3位都會係呢3位噶啦。咁啊，而張雪機車方面啊 Valentin De Beest 咧今場就只能夠排到去第7名。咁以上一兩個分站嘅表現做比較嘅話呢，都算係一個唔錯嘅起步位置啦。咁但係好可惜嘅係佢嘅隊友啊 Caricasolo 喺排位賽期間好不幸地發生咗意外。咁啊之後嘅影賽都受到影響噶啦，呢個係毋庸置疑噶啦。咁啊去到 Race 1之後，戲劇性係更加大啦。咁頭先叫大家記住嘅嗰頭3名呢，因為去到第3名嘅 Tom Booth Amos 啊，因為喺 Super Pole 嘅時候呢，賽會就話佢有 too many slow setters， 咁啊，所以就判罰咗佢下降6個位置，去到第9位起步。而 too many slow setters 咧係啲咩呢？喺太多慢車嘅時候啊。咁呢個喺之前 Valentin De Beest 咧都有試過被判罰嘅，但係就冇話罰下降6個排位咁多啦。上次我記得係下降咗1個排位嘅啫。咁所以佢呢個所謂嘅 too many 嘅話，我相信都真係好多次。咁因為你喺個賽場上面，如果你揸得太慢嘅話，係確實係會影響到成個比賽，不論係安全性定係其他觀賞嘅因素都好啦。所以佢係俾人比賽會鑑生拱咗落去第9位起步，但係佢唔曳啊，表現仲10分之好添啊！佢硬生生咁樣喺後面殺到上去第1位，攞埋個冠軍翻嚟。呢一個係一個10分之驚喜嘅位置啊！喺桿位起步嘅Ocon最後都只係能夠攞到第5名嘅啫。而張雪機車呢邊咧又仲慘，特別是由第7位起步，最後只能夠喺第8位完成賽事嘅啫。而佢能夠守得住個第8位，其實個表現嚟講都算係穩定噶啦。因為今場比賽佢就始終都係卡住咗喺中間啦。咁你一路都攞唔到最乾淨嘅空氣啦。咁820RR嘅優勢就唔會話發揮到出嚟。所以嚟講，佢能夠以第8名完成比賽，其實都10分之驚喜噶啦。咁但係好遺憾地啊，就真係特別是又再一次冇辦法衝擊到頒獎台啦。咁至於佢嘅隊友 Caricasolo 咧，上一站咧發生完意外之後，去完 Medical Centre 啊檢查晒之後，係 confirm 佢可以喺 Race 1度出賽嘅。咁但係佢連1個圈都完成唔到，喺第7彎又再一次發生意外，而遺憾地退賽啊。咁所以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啊！Caricasolo 喺上一場嘅表現，甚至乎喺上1-2場嘅表現，開始有回升嘅跡象，有進步啦，就搞啲咁嘅嘢，真係好不幸啊！咁啊嚟到 Race 2啊 ，Tom
Tom Booth Amos 啊，佢嘅狀態繼續都係咁火熱啊！由崗位起步之後，再一次攞到個冠軍翻嚟，成為呢個週末嘅雙冠王。Arenas 就繼續排第2啦，Masia 就排第3。咁張雪機車方面啊，縱使佢喺呢個 Race 2上面嘅表現係好出色，但係佢最終都只能夠以第10名完成賽事嘅啫。而點解會話佢表現其實都好突出？但係喂，你正常嚟講，喂佢好突出，咁你點會係排第10啊？你起碼都排緊前5名啊！你有進步咁先至叫好突出啦。因為上一場佢係攞第8啊嘛，你今次退步攞第10，點解你會話佢係表現突出啊？因為心理嘅質素極強嘅佢，竟然喺第8圈啊跑出咗全個 Race 2最快嘅圈速出嚟，1分28秒850啊！呢個成績係真係 Race 2入面最快嘅圈速啦，但係都唔好意思啦，你縱使跑到最快嘅圈速都冇用啊，因為你依然都係只能夠喺第10名完成賽事，而呢個比賽係冇 Race 3嘅，咁所以就算你跑到最快圈速，你都係無補於事。而 Caricasolo 就受到前2次嘅意外影響，最終只能夠以第18名去完賽嘅。咁我覺得佢能夠以第18名完成賽事咧，其實都已經好好噶啦。我都唔會對佢有啲咩好大嘅期望。畢竟佢喺排位賽同 Race 1都發生咗意外，咁能夠繼續以第18名完成比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啦。對我嚟講，咁唔知大家點睇啊？咁總括嚟講啊，呢個週末咧，其實對張雪機車佢哋成個團隊嚟講咧，可以話係有喜有憂啦。起嘅係 The Beast 表現都尚算穩定啦，仲要喺 Race 2度跑到最快嘅圈速出嚟。咁你攞到嘅第10名同第8名，同樣地都可以為車隊攞到積分嘅話，其實都 OK 嘅。咁亦都顯示到一樣嘢，就係佢喺呢一條賽道上面有一定嘅適應能力同埋速度啦。咁而比較擔憂嘅位置就係 Caricasolo 嘅狀態就唔係太理想啦。你喺呢個排位賽同埋 Race 1度都發生咗意外，而 Race 2都只能夠排喺後段班嘅位置，咁呢一度就比較令人擔心啲啦。甚至乎喺內地有啲媒體都喺度講緊，喂，會唔會同 Caricasolo 解約啊？成個賽季完咗之後，直頭同佢解約呢？唔好講續唔續約啊，直頭解約添啦，會唔會呢？咁車廠方面有回應，就係話就暫時未有呢個打算嘅。咁到底係真定假，冇人知啦。呢一啲就咁。至於今站表現好出色嘅 Tom Booth Amos 咧，喺呢個週末嚟講啊，十分之強勢。Race 1由第9位殺翻上嚟攞冠軍啦，而喺 Race 2度崗位起步再要贏多一次，證明咗一樣嘢，就係呢一條賽道係絕對好啱佢。而佢嘅狀態咁啱喺今次呢個賽事嚟講，亦都係 fit 到漏油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啊 Donington Park 呢一個分站嘅賽事咧，節奏係明快啦，而且混亂亦都係出現咗好多。但係正因為有咁多混亂同埋節奏咁快，所以令到成個賽事都好有睇頭。而張雪機車方面啦，The Beast 已經開始有翻多少少亮點㗎啦。咁希望之後嘅分站可以繼續承接住以前嘅氣勢，繼續攞到更好嘅成績啦。而英國分站之後呢，我哋就會應該係話賽會方面呢係會有1個月需要去唞暑嘅。咁啊，直至到喺9月份先至會再有下一個分站嘅比賽。咁希望到時張雪機車佢哋嘅團隊可以喺呢段時間重拾翻成個比賽嘅狀態，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嘅。咁各位觀眾朋友，你哋覺得呢個週末邊個表現最出乎你意料呢？而 The Beast 最快嘅圈速有冇對你嚟講造成一個驚喜呢？又或者你覺得 Caricasolo 嘅未來又會係點樣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同大家一齊討論下。如果你中意呢一個頻道嘅，記得啊撳個鈴鈴同埋訂閱，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道嘅。仲有就係 comment like share， 不妨喺下面都留言俾啲意見我哋下一集再見，我係紀尚喬，拜拜。